澳門橫琴做嘢嘅朋友仔睇過嚟啦，依家 total 50零萬就可以喺橫琴大橋旁咁高端嘅小區入邊立低個精裝單位，送全屋嘅家私家電直接拎包入住，送2個車位，配備一個充電樁名額俾你。落樓咧就係夏威夷度假風園林，有大泳池咧俾你玩水啊！呢一個位置2個字可以到橫琴口岸，1個字咧到華發商都啊，隔離就係輕鐵站。配套成熟到不得了，出行方便，小區環境優美，綠樹成蔭，出門就係情侶南路。夜晚食飽飯去海邊散步、吹風、踩單車，欣賞下濠江夜景，不知幾寫意啊！同一條情侶路上，同樣睇海，隔離小區要賣到大幾百萬一個單位，呢度 total 先50零萬，月供2000零蚊，你就可以擁有一個溫馨嘅小天地，現樓大裝修，即買即入住，仲可以連車位一齊託管，每個月收2600蚊。呢一個位置2個字就可以到橫琴口岸，輕鬆返到澳門，方便到不得了。如果對呢個海景單位感興趣嘅朋友仔，記得下方評論區留言海景。